冲山高，草翠苗前冲山高，冲啊冲，冲山高，龙岸树下龙出公下，夏梅天梦讲起龙出公下，今日睇龙出公几生日，大有上竹枝跑同招彩。求求顺利，身体健康啊！阿妹头不也就会开心，命中一天难得幾好日子，山到頭一解來聽上風，一年好彩好運來唔同，衝啊衝，衝山高，一邊關路一邊衝。山高，開心衝衝山高，山高一衝彩就行爽，衝啊衝，衝山高，草翠苗前衝山高，衝啊衝，衝山高，龍岸樹下龍出公下。講起龍叔公下，今日睇龍叔公幾生日，大有上竹枝跑同招彩，求求順利身體健康啊！阿妹頭不也就會開心，命中一天難得幾好日子，長到頭一解來聽上風。一年好彩好運來唔同，衝啊衝，衝山高，一邊關路一邊衝山高，開心衝衝山高，山高一衝彩就行爽，衝啊衝，衝山高，草翠苗前衝山。樹下龍出公下，衝啊衝，衝山高，草翠苗前衝山高，衝啊衝，衝山高，龍岸樹下龍出公下。歡迎收看今晡嘅福起來咧。談到你暗藏暗後談嘅衝山歌，又談到無強樣嘅山幕。金曲獎結束咧，先恭喜當道因客家嘅好朋友得獎。唔過咧，特別可能福起來嘅朋友吼，就提講，你下擺入邊名人單底擺度吼，有一位當無簡單。我們來歡迎今天的大來賓秋林。嗨，大家好，我是秋林，來自廣東豐原的一個鄉村的小伙子。很高興第一次來到台灣，哎呦，希望我們大家能夠多多聽聽我們的新的一些不同樣的聲音，客家民謠。秋林你好，你好，我是哲偉，哲偉你好，來先握個手好了。來，你好。你剛剛唱得非常的投入，我也聽得非常的投入。這個歌呢叫做老五叔公。對，我先這個歡迎你來台灣，好不好？這個會講客家話嗎？會講。哪一位客家人？韶關嘅客家。韶關的客家。韶關客家。哦，你啊，外家講嘅，你談嘅什麼？基本上冇問題。我們都基本上通唔識，基本上冇問題。基本上冇問題。先恭喜你啦哈！雖然講金曲獎高誒，我覺得入圍就是得獎，我覺得這是我們大家常講的話。你也是第一次來台灣，雖然金曲獎過了，還是說說你入圍的感言，入圍台灣這麼棒的這個音樂獎項金曲獎。對，因為這是我第一次來參加這麼一個台灣的金曲獎，因為我們在小的時候啊，一直都有看這個金曲獎，它應該是一個整個華語樂壇裡面比較
有公信力比较高的一个荣誉奖项。谢谢。对，然后这一次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然后我做了这张专辑，我就很荣幸也在台湾地区发行了。然后刚刚好呢，就也入围了这么一个奖项。当时入围的时候呢，是特别紧张的，就是当天公布的时候，有朋友说，哎，秋玲，你入围了2项啊？对，然后我说是吗？不可能吧？然后我一直都在不太敢相信。你那时候在做什么？我当时在家里在做一些其他歌曲的一些事情。你现在住在哪边？现在住在佛山。佛山，所以脚伸出来就有无影脚。佛山，无影脚。我开玩笑。所以那时候在家里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很开心。很开心，对，是的。所以这张专辑叫《太良脚下》，对不对？那得奖的时候，那个时候虽然在做音乐，家里人呢？我第一个就会跟我太太分享啊。对，然后我说，我入围了，你相信吗？他很淡定的说，他很淡定地说，你的音乐本来就很好啊。是。对，然后我说是吗？这只是你吧，也只是你觉得，可能在就是每个人的夫妻眼里，他永远都是最好的那种。然后我说，好吧，晚上我再翻出来那个就是回看一下，对，然后一共回看了2遍，确实入围了，对，确实是入围了，对。结果你参加完金曲奖的感想，你现场感受那样的盛会，当然是很紧张了，对，因为之前呢有在我大陆那边呢也经常会参加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奖项，其实无论你参加的再多也好。你在这么一个场地之后，到了这么一个场合之后，你还是会紧张的。就其实表面上看似很平静，其实是内心是波涛汹涌的，是汹涌澎湃，对，汹涌澎湃的，是很激动的那种心情的。对。可以啊，既然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个国语华语嘛，我觉得你还是要用客语，用你们的客语跟观众朋友问好，好不好？跟我们客家乡情用你呀，给位客家话，用大家问候一下。好啊。大家好，我係小年，來自廣東廣元嘅業界上消防牌從四在農村狀態。希望等大家可以聽到等改變嘅唔同樣嘅客語民謠嘅音樂。好棒哦！就是我大概聽得懂啊，就我們講客語民謠，客語民謠，周田聲。唔過講嗰陣嚟嚇，講下家下一開始人唱嘅歌曲，很多老五叔公，呢一首歌曲嘅創作嘅故事講下好。好啊。老五叔公呢首歌咧喺崖頂街村嘅旁邊，一個村落嘅其中嘅有一個喊土地嚇，喊土地白公。土地出唱誒你話白公樣係白公，土地白公。那佢喺老五叔公咧，其實草開排行老五啦，排行老五，老五。但是他是一個前清時期的一位很有名的仙人。對，沒錯。在那個時候呢，還是處於我們的封建社會的時候，他被稱為法師。對，會有很多人呢就會去給他問他呀，或者是去請他去幫忙一些事情。所以這個人物是個算是村子裡的長老級的人物。對，長老級的，而且就是會有點所謂的法術吧，對，法術吧，對。然後後來他去世了之後，大家為了紀念他，就是在每一個他的一個忌日的時候，紀念日的時候，那四面八方就會聚集了很多的一些信奉他的人去拜祭他。然後到那一天呢，就會周圍都坐滿了也男女老少都會在那個地方，大家都聚集起來。對，年長的一點的，他們就開始會興致來了，就開始拉起山歌來了。對，衝山歌，就唱衝山歌，衝啊衝啊衝山歌，這種感覺。係啊，冇錯，係。跟第一首歌咧，喺咿呀媽媽嘅一個旋律來去創作嘅一首歌曲，因為其他人唔了解啦，比較了解就咿呀媽媽。跟住每年嘅時候咧，叫我到嘅時候叫做我開啊，開換嘅公片、茶飲酒嗰個東西，跟住就我一早係咪連田港嘅時候，連田港嘅時候就我開完就出門啦，就返基礎山歌去。歌山去拜，跟住
佢咧就一邊開咧一邊我喊我充滿嘅山歌，一邊喊就會是這樣的一個情形。談起一陣子吼，給大家轉來看看咱這片的客家村樣板成飯，好唔好？先看一下，大家回來一起來。非常重要福起來，今日福起來搶到嘅朋友，哇！第一擺看到，我咩第一擺見到，加創個暗號堂來睇到來嘅客家朋友，秋蓮。大家好，我係秋蓮，我來自廣東韶關豐原嘅一座小村莊。恁家聽就喊到太陽腳下。哦，太陽腳下，係冇錯。哦，就人專寫俾名嘅橋樣啦，係冇錯。你喺啲廣東。廣東，廣東韶關豐原，算比較靠近山，對不對？對，沒錯，那個地方呢，其實整個韶關市都屬於是山區，叫做葉北山區，算內陸。算內陸，對，沒錯，是的。幾位成分樣擺去啊？譬如講，人家講到太陽叔公啊，像啲北公樣嘅嗬，媽媽啦，村地不都會唔會開東西，過山來拜一拜哈。那表示說，那邊的生活應該就是比較就是務農，比較務農，然後比較淳樸，比較淳樸，對，比較淳樸的一種客家的原始的生活的那種類型。我相信對你的。就說唱歌來講，客家山謠來講，我覺得可能就是留在自己血液裡。你小時候就聽媽媽、聽自己的親戚這樣唱。對，就聽他們會唱山歌咯。那早期的時候，唱山歌啊，嗰時候就那後輩出來之後啊，就想用唔同樣嘅方式來去表現出唔同樣嘅客家山歌嘅東西咯。睇下呢種東西也唔屬於客家山歌，睇係要客家山歌元素才。元素喺邊度？因為喺唐東也轉是喺邊度用民謠來詮釋人客家嘅東西。佢應該轉到講一開始你冇一開始就寫客家歌曲，一開始你係寫法語嘅歌曲。係啊。你一開始嘅時候，你學的是什麼？你念書的時候學，你不要跟我講你學機械啊，或者，該不會被我猜中了吧？其實我是學貿易的啦。哦，學貿哇。對。做生意也是做生意。對啊，係啊。我看你就去上自家嘅生意之外，去彈太極。係啦，已經係啦。跟唔聽話要彈得吉他。你咩做的冇腔樣，人生本來就懂得方向，知道嗎？那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從華語轉到客家歌？什麼樣的契機？什麼樣的機緣？我那個時候是2001年的時候開始創作歌曲。哇，開始創作歌曲。對，然後一直持續了有11、12年的時候，這樣子的。10年。有11年嘛？10年哦，差不多11年。11年。剛才11年的時候，就一直都是在創作國語歌曲的時候，華語歌曲就沒有一些新的突破。對。然後其實每一個音樂人都會在想去找一些新的一些突破點哈。一個就是要麼就從你的風格上去改變，要麼就是從你的語言上去改變，這兩個方面，要麼就是創作，風格。還有一個就是語言，那我就選擇了語言這個來去改變，用我自己的母語，去創造客家音樂。一開始你冇出唱片嘛？一開始你係數位所以就慢慢的變到網絡上播一本太太彈，唱毛數位，然後慢慢的你就會發現說，哇，其實母語對你來講，這是留在身體的血液。對啊，很懂吃眼，非常的自然，對不對？你有正經講。唱客家歌嘅時間要讀到嘛困難？冇，硬腔。其實開始嘅時候我有啦，因為你自己唔曉得老闆佢前一點如果你睇到一個訣竅的時候，然後你就會能掌握到這個，其實客語對於我來說，我可能會掌握得更加比華語要更好。因為我從小從細就講客家話，講客家話。跟要到詩啦，要到語言啊，要到感情，你講出來攏反而都完全冇腔樣。完全冇。比如講，我家都當好奇啊，你講嘅要到嘅詞係冇腔樣嗬。來到台灣幾多年咧？4年咧嗬。你知道你阿位講法，然後你幾位講法有乜政策冇？多少有啲啦，有少有啲，也唔話好太。
含那糖爱食炒饭，他们的超过糖爱食，跟吃的东西呢？这个给你什么？我很好奇，你那边都吃什么？其实我去到那个再往南下一点点啊，中部地区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感觉他们的吃的方式呢，跟我们那边是比较像，用豆腐啊，都會有噶啦，用豆腐還有就梅菜烤肉。梅干扣肉梅菜扣肉。像你有吃姜絲炒太長有這些東西。有啊，咩有鳳肉，咩有筍乾。有咩有？有。好啦，就基本上都好想吃，飲食方面係好想吃嘅方面。當槍出炒嘅啦，講法係咩做得糖，竟然咯，你知道台灣的客家人，然後隔壁客家人嘛我客家人都比較熱情，很熱情哈，好熱情。哎呦，還好你說我很熱情。對啊，對，是的。還能做的，還可以說到很多有關客家的東西的時候，就特別有感覺。對，他一定會，比如說你去到一個客家的比如說朋友家裡去做客。他一定會把你留下來吃飯，對，而且把你最好做當棚拍。對啊，係啊，對不對？做好多好食嘅，係啊，要不今晚就不要走了，今晚就唔好走啦。不可以走啊，一定要吃飽飯才能走。對，而且你要走的時候張來了哦，張來哦，明明就要睡在這邊。不過有啲詞哈，他冇強樣，譬如講，我看到人展示地板對於說個強到，你知道我們台灣啊很流行疊字，你知道疊字？疊字就是有點小可愛的感覺，比如說我要吃飯，我哭那種。對。唔該，你嘅口詞按定一下。那落水水啊，落水水係乜嘅意思啊？落水水其實這首歌呢是奶奶給孫子講的一個就是其實也是疊字嘛，譬如講食飯飯咯，食飯飯咯，冇就聽燕燕咯，這種感覺。係冇錯，就是這個意思了。因為我這首歌呢寫的就是我阿媽、我婆婆、我奶奶、我阿婆，跟我的一些故事。對，但其實這首歌呢是我堂哥寫的，因為我堂哥呢是跟我一起長大的，對，李啟泰，對。但是呢，他寫的東西幾乎就是我們之間生活過的，因為一起生活的嘛。對。我覺得客家人很特別哈，就是因為可能客家人務農，特別是工作嘛，他很勤奮，爸爸媽媽出去工作，大部分都是隔代教養。我也是阿婆帶大的，所以你跟奶奶的感情也很好，對。很好，對，都還蠻好的。我從小學的5年級的時候就跟着奶奶一直在外面，在外面。對，然後我就跟爸爸媽媽的時間可能會就會比較少一點，對，我們是一樣的。再握一次手，所以我們來聽歌好了，好不好？呢首歌叫很多落水水，秋里。有灘大雷聲，阿婆做福建，來自開溝來，穿過阿婆灘，來走阿婆邊，穿過阿婆灘，看到落水台，心裡樂翻天。落水水，寶貝長條鈎子，阿婆灘，阿婆話愛老姐，愛話阿婆老板間。我會想到落水田的時節，阿婆就講唔好出去讀水，唔好出去教水。唔過有啲詞當係當好奇哈，乜個羅仔是什麼？就是田螺仔的意思。螺仔就是田螺仔。就是田螺仔，就是小的時候不就是很喜歡哎，啲嘅起碼呀，唔講緊買意思啊。哎，阿婆做嘛出波也該有嘛，很奇怪的小孩子都會問生問世的。對。然後我講阿婆露什麼梗？魯邦梗是一個土話來的啦，就是
老了，就是特别的那个，譬如说每个地方有特别的方言，方言，对，叫做什么？老的时候，就就是老的样子，皱纹啊，皱纹的那种意思，就老板感。这个我倒是很少听到哎，所以这里面的词真的就是跟长辈里面最贴切，而且我觉得是最道地的当地的客家话，对不对？对，没错。不好意思，要冒昧问一下，阿婆还在吗？已经不在了，阿婆不在。不过阿婆一定知道你们写这首歌跟他的互动，我觉得那个感觉阿婆一定有听到。对，如果他听到，一定会很喜欢。对呀，而且阿婆一定很高兴，你还入围台湾的金曲奖。阿婆，你有听到吗？阿婆，你有听到吗？是不是？所以这几张专辑里面其实是在写你，几乎是在记录你在大林脚下的人生还有生活到目前为止。对，还没有写到目前，当然有一首歌了。对，有一些歌曲是写的比较接近现代的一些东西。对，是的。好，那等一下回来呢，再来跟秋玲好好聊一聊，她接下来还有什么特别的客家创作。我们这块等下再来。春雨江春，清谷田，蛤蟆毛干，树相连，秋秋露秋，晚上高，冬歇歇冬。小太后，立春花开，雨水来临，江起春雷蛙，叫春风清明那天，谷雨春茶，滴答钢铁小忙赶水，梦中困狗啊，只困梦小树谷树，太树梦秀，立秋之前种满芳桃，秋树是天柏路云天，秋风困梦。花路前街，上港熱靚啲東大無小太雪盤登高東岩小河一年，太混沌煙。春雨江春，清谷田，蛤蟆毛干，樹相連。秋秋露秋，晚上高，冬歇歇冬，小太后。春雨江春，清谷田，蛤蟆毛干。树相連，秋秋露秋，晚上高，冬歇歇冬，小太后。哇，呢首歌曲很多馬街講。24節氣24節氣歌，24節氣歌哦，氣歌，24節氣歌啊！我在看這個歌詞的時候，其實我很感動。我們常常，其實很多現在的年輕人可能都忘記了，可能老祖先留給我們很多很重要的東西。對呀，對。我們為什麼會說，冬至啦、夏至啦、春分啦、秋分啦這些東西，其實對我們客家人來說，特別是我們深入，譬如說我們人生的經歷也好，那些對我們來講都是很重要的財產，對不對？對，這個歌沒有收錄在這裡耶。
没有，这是第一张客语民谣一，对，哦，那个是数位发行的，数位發行，對對對，真見彈後堂哦。因為因為嗰張專輯咧就聽第一次周卡第一張了，第一張專輯還沒有太過多的底氣啊，然後就沒有敢做實體發行，就做了數位發行，讓大家一起分享，究竟這個東西大家會不會喜歡？對，就這樣子做了這樣子一個推動。哦，貼片我見邊嚟到復起來，真見當神夢潮年。創模啲專輯有喺度嘅歌歌，不過等下嚟講專輯嘅哈。你專輯人都太兩腳哈。太兩腳。這個專輯做了多久啊？一共持續了有2年的時間。哇，2年的時間。對，2年從創作到製作完成，就是足足2年。足足2年，对，因为在中间我一共有創作了有20幾首歌曲哦，然後想要變成實體的時候，也要好好的再斟酌一下，希望哪些可以放在這個實體專輯裡面。對，往往寫歌的時候，出專輯的時候是很麻煩的，你需要有一大批的歌，而不是說我攢夠了10首歌，我出一張專輯，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個事情。因為你還最主要的是，我覺得這張專輯的概念很好，跟大家講一下這張專輯《太兩腳還專輯概念。大林腳下這張專輯的一個概念呢，是本來裡面的歌哈，我就是在圍繞着這整個大林腳下發生的一些故事，對，還有生活，人文氣息的這些東西，就把它收錄在裡面。但其他的我創作了有20幾首歌，裡面都是含有這裡面的歌曲的。但就是有些可能是編曲沒有做好啊，對，然後曲子沒有修改好，或者是你覺得自己沒有覺得這個歌沒有太完整，對，希望可以把它完整一點。沒錯。本來呢，這裡面呢是有寫的一首主題同名歌曲的《大林腳下的》，然後後來就因為沒有修改好，然後後來就一直擱淺了，就沒有收錄這歌進去了。我相信下一張有機會了，一定會有《大林腳下2》。是，當然，不過我很好奇哦，這當然大家也是因為這次金曲獎，我們可以非常的幸運，可以聆聽到這張很棒的入圍專輯。那台灣的朋友要怎麼樣可以買到或聽到得到這張專輯？哪裡可以買得到？這張專輯應該是全台灣的一些唱片通路，對，唱片通路都會有售。是，只要去搜尋或上網搜尋，秋天的秋，樹林的林就可以了。太兩腳好，他改朋友啊，一聽到唐亮種用民謠，我做講用最簡單的樂器，因為我自己也是彈吉他，所以我會覺得用最單純的樂器，然後呈現聲音的感動，那個我覺得是最直接的。對。我講到這裡，還是想要知道接下來的規劃呢？這張專輯入圍了金曲獎之後，對你來說有沒有壓力？有壓力？其實沒有什麼壓力了，就是當然就是開心的做客家音樂，開心的繼續的再去做客家音樂，這是必須的。對，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去融合的更好客家音樂的客家演唱的東西，是對，包括其實不排除客家山歌啦，對，因為我覺得，因為我每次都講了，你要對客家發出人的文化，用音樂方式留下來，每次都人的錄基因，我們都有責任的，對不對？所以我們很期待你接下來新專輯，我們要接下來就是3咯。三的第二部，對，所以希望你這個新專輯的時候也來到台灣，好不好？好好的跟大家介紹新專輯。不過節目最後哦，我倒是很想要知道，你第一次來到台灣，然後借着這個台灣的節目，好好的謝謝你的家人，還有特別你有要感謝誰，還有心中有什麼話，借最後這個時間好好的說一說。其實我最想感謝的是老婆，哎呦，一定是你，對，因為我在這2年期間我在創作，足足沒有去，幾乎是待在家裡，所以你給我的鼓勵還有支持，包括還有我的女兒，她一直也是在，他們都同時在支持我，是對，當然還有我的家人，他們的理解。他們的各種的一些支持，就是雖然說沒有很實際的一些支持哈，但是他們已經是非常理解了。就是你要做這個東西，那你就好好去做，就是這個樣子。就是全力的支持。對，全力的去做這個事情，然後我覺得很滿足了。對。不過到這邊也證明了他們對你的支持是是對的。因為這張專輯這麼受到大家的喜歡跟好評，我也很希望接下來新的音樂專輯能夠
赶快来，然后介绍给台湾的朋友。一定一定一定。今日今年当什么以来，好不好？他拜来还谈了唱喊他都会狗 Q， 好吗？当然有粉丝专业或者是任何的讯息，可以到你的唱片公司吗？还是到经纪公司呢？经纪公司啊，对，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支持一下新专辑，对，好不好？那还有什么话跟台湾的朋友说吗？台湾的朋友，客家鄉親啊，要客家話講啊，台灣嘅朋友客家，太激動了哈，沒關係。台灣客家朋友們好，我喺潮年，今次後喺高興第一次來到台灣，一感受到台灣嘅一種熱情，所以啊非常之開心。就算是這一次沒有獲獎，但是已經有了2項入圍的提名呢，對我已經是很大的一個鼓勵了，對，沒錯。我相信哈，下一場嘅客語音樂一定會更精彩。哎呦，謝謝你來，好不好？既然你講下了期待秋年新的專輯、新的音樂專輯，再過來復起來哈。歡迎在台灣好好的玩，好不好？莫這塊彈後彈嘅歌曲之外，好好的運動一下，我們運動一下。